日本領導人公然發表極其錯誤嘅涉台言論，傷害咗中國人民嘅感情，亦都挑戰戰後嘅國際秩序。所有中國人都唔會同意嘅。外交部亦都多次提出咗嚴正嘅交涉，要求收回錯誤嘅言論。香港特區政府支持國家對日本嘅外交政策。香港嘅保安局已經更新咗外遊警示嘅網頁資料，提醒赴日或者喺日本嘅港人應該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保安局會密切咁監察事態發展，作出應變。而香港嘅航空公司亦都已經表示會為去日本嘅乘客提供調整行程嘅方便同埋彈性嘅選項。今次極其錯誤嘅言論，嚴重惡化咗中日人員交流嘅氣氛，亦都令到好多交流嘅成效，我哋存疑佢嘅可能性。我哋會密切監察所有呢方面嘅發展。我哋嘅安排必須要符合國家尊嚴同埋港人嘅利益。我哋會不斷去留意喺呢方面國家嘅立場同埋政策。我哋亦都會確保香港包括在日嘅香港港人嘅提高警覺，佢有關佢哋自己嘅人身安全。好嘛，多謝大家。